国际新闻来看，墨西哥的南部格瑞罗州首都的市长阿科斯才上任无到一礼拜，伫车拉红台市，佮家伊的头放伫车顶伫电视，实在是真恐怖。墨西哥暴力犯罪是真严重哦，恶道真唱秋，对打就任的总统来讲，应该是头真疼。墨西哥格瑞罗州的首府期盼新戈市，初一替不幸红台市已经过身的市长阿科斯来举行丧礼。现场是一大堆亲友和市民来，送这个才43岁，就职无到一礼拜的市长上尾一场。墨西哥伫初六暗时，一大堆监视人员到发现阿科斯遗体地点开始验尸，现场嘛有封锁线。当地媒体报道，阿科斯是互人斩首，互发现的时阵身躯和头伫无共所在，头壳互放伫车顶点尸。社群媒体嘛流传真侪影像，但是拢无得到墨西哥官方的证实。墨西哥总统才拄宣誓就职完一礼拜的薛恩保姆初一强调讲，阿科斯红台市是真不幸，伊会较紧来召开安全会议，针对这案来调查。Hoy en la mañana se presentó el caso, se están haciendo las investigaciones necesarias para saber pues cuál fue el motivo y cuál fue el móvil y por supuesto pues hacer las detenciones correspondientes. 格瑞罗州的州长强调讲，阿克斯红台是互人真生气，阿克斯所属的政党佮呼吁讲爱查明真相。其实，就伫阿克斯红台市的前几天，期盼新戈市的官员塔皮亚马红台市。墨西哥今年6月总统大选和地方选举的期间，拢总有34个候选人红台市。宣保姆6月初3当选了后几点钟，一个查某市长独行连续开19枪无命，会当看出暴力犯罪是真创秋。伫南部的格瑞罗州，阁是英国上暴力的地区，嘛是帮派毒枭抢地盘的重点。今仔2023年，当地有1890个人红台市。墨西哥自从2006年动用军队开始扫毒战了后，全国已经有超过45万人因为暴力犯罪红台市，阁有一大堆民众失踪。公司新闻，景元庆编译。